东，东东，去哪里呀？等等，不要脱队！这边。在干嘛？回来了。东东别玩了啦！要去哪啦？过来一点呐！东东。 靠背，我怎么跑到这里？让你一下，这个搞不懂。走喽！等我一下。 爱到得了，强者双脚，强者下行，阮是为着马甲一声，用力拼出聪明，不管路上有个恶蛇。 小问马街，你就讲啊。俺头家想啊，伊都嘛甲要答应普通阿公，靠你老高头。相亲也会结婚。嘿啦。 差不多就那意思啊！我从小就很崇拜普罗阿公，古所义工的事情，我都很看耐。韩国正义人很正直又老实，就尊重认识的朋友没同好啊。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应该回来了。走，金针菇，陪我煮汤。煮汤跟鸭丝卤哎，你有带来？嗯，等他们回来哦，肚子饿了就可以吃啦。你好吧？
干东东，我们滑那么久。装备好有屁用啊！他不会滑。余光华都是你害的。对嘛，累死人了。再滑一下，滑过这段就好了啦。好，我们把最后一下子了，快到了。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好，就剩这一段了，快点啊！好。教练，他们晚回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不用担心啦，应该没有问题。打不通，用的嘞。小心脚。来，小心哈。东东，跟大家一起，快点！不是差距啦。所有人听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在一起，懂了没有？李光伟，拉他一把。还不是都他害的。OK。干，我脚流血了。我也是啊。教头，你脚也流血了。我看到了，一定是刚才啊，大家搬独木舟的时候啊，被海底的礁石哦割到的啦。你等下走路都小心哦。哦。我去找救兵。我去找啊。李光伟，你先待在这边。在这边等死啊！对不起，都是我害大家变成这样的。你先给我穿。东东脚这么小，你怎么穿得下？教头，我去好了，我不爱穿鞋，皮很硬。阿达，教头，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做到的。阿达要注意哦，听天天来哦。教头，我陪阿达去。哎，东东做什么啦？注意哎！哎，你有啥要注意哦？跟紧一点啊！好了，原地休息一下，啊。
阿达，你会叫留迄个好济哦。唔留咧，敢会真有？不行啊，教头有说过，不能一个人走，我没有关系。你这样才危险，流那么多血。不行，我一定要走，我答应过教头。阿达，坐下。好了。龙龙，你好聪明，这样比穿布鞋好。我背你。没关系啊，快点啊！我答应教头，一定要回去。小心啊！要什么？这个惩罚不要多少。我懂了，真的吗？真的，91、91的92的。啊！他们刚刚从这边出发，然后汇合点在这边。小姐，你不要紧张，慢慢然说。后我们应该在这边等他们，可是看不到人，大概出发已经半个小时了。他们现在预计应该是在这边啦，大概附近哈。对对对。我马上呼叫。好。可能在这边。福安6号，福安6号，有人在芙蓉外海划独木舟失联，请马上派艇前往25洞3 1215沟。25洞3 1215沟。你先不要紧张，他们已经派人出去搜救了，我们等着结果。你有去求个平安符哈，很灵对不对？没事情哦。没事情，不要担心啦。警察先生，我拜托你了。你放心，好不好？拜托你啊！东东，阿达，你怎么了？弟弟，你没事吧？你的脚怎么了？你还好吧？为什么你的脚会受伤？发生什么事了？醒醒啊！好，谢谢长官，谢谢。哎呀，谢谢你啊，昨天有你啊，哇，真的哦。来，注意啊，我注意啊，谢谢，谢谢，谢。哦，我的表姐呀！
们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哎呦，这边，走。后来，走吧，走，去那边。哦，也很棒。哦，好，知道。阿德还是要帮我种哦。哦，还好一个都没有少呢。哎呀，真是的，太细腻了吧。阿达，有你真好哎。阿公，你就转来，你是笑了。OK， 你辛苦了呀！啊，懂，你辛苦了。哦，那个破瓦工你这个做嘛改啦？哎，无年才天翻呢，哈，哎，我要加烟的啦，莫太加薪水哦，都莫。阿公，现在老鹰的送来，先交本你处理。哦，好。阿公现在？阿公临时决定出国去了。去出国？嗯。咱叫转来？伊无讲，阿公请交代硬仔家。金用要讨要下去了啦。哎呦，个哦，老人家都老睡觉的空样啦，上多嘛该啊，做嘛该啦，哪样的？哎，金正哥，来，哎，这边有一件事情哦，哎，来摸下你啊，来呀，哎，来，呀，好，哎，俺2钱的哈，俺2钱。张老师，你有喊现爱去买东西无？行开带好长的上课呢。哦。等我一下。谢谢。明天的话，看电视就讲法。不用了，以后其实。做嘛干，自己吃就好。心肝都会吃得蛮爽快。没有关系啦，反正我时间很多。对，谢谢。那我先回去了。阿公唔是这样啦，打胎嘞，这还是好嘞哈。谢谢。阿公，
你为什么不让正义他们知道你注定在冥币网的事？迄个唔拢嘛该满意，还记得拢甲啥？歹势哦，辛苦伊咧。哪有唔该辛苦？不过你安尼当自私呢？哎呀呀，免嘛个自私，该事情去调查，难过咩？对无？上家过着的，大家都会上家过着的，大丈夫，还不是去救我，只可以尊严来奉献。吃饭了啦。有想过毕业之后做什么？我要去当律师。对不起。我要开飞机。我要开水果大王。我要永和豆浆。阿达。我爸爸叫我去念大学，但是我比较想当农夫。你要做什么？巨无霸。好，不管啊，毕业前还是要先面对3大比赛嘛，对不对？平常练一练的时候，有空想一想。啊。可是普老公公会带你留去露营呢。露营就会样样那个事情啊，阿公带命的喂，几杯做到，没事噻。露营到本来老大口舌啦，3打唔对伊，反正因有冇落决赛。没有。每次我去旅游，哪就看东东我用的白杯子去旅游。我会霸气的吧，是无我会容易叫我吞的。小心，你要付几斤呢？啊？啊？吗？麻烦你了，小星星。好了，外头上课。好。按开球呢。大盘我先走了，拜拜。阿公。阿公。
教头，大胖还没来。哎呦，牙松口都懂真怂啦，不是谁啦？哈，一下就会来。大胖手机也没开，打他家电话也没接，不像大胖了。鬼神嘞！连天发都冇大，你真关心好上的冇？嗯？没马给笑。哎，你到底这个爱骂啥？没马该笑。家务下，就家搬来搬去啊。对啊，以前不一直搬家的时候还会打手机，现在很奇怪，连手机都不接。啊，为此做嘛还爱接搬布啊？家爸好拄叫啊，收人动刀钱，用你来讨债做搬布。鬼子越来越不像鬼子了，真是阿兹巴的乱七八糟。鬼子真紧搬不了。你待呀？主任，用我有鬼子宣布的体制啊？哦，你要对迄找人讲法啊，较有礼貌一点了好无？哈，用的讲，哎，俺们伢主任呢？是你了。用的喏，今日免案出。错啊，你根本伊看起来当中有心思呢。错案部哦，我看到阿公的福州，你头会红的，家己书记也无开。根本哪都去了咩？根本庆好老的啊，无听说亚多蓝屿，无听说亚多绿岛，这边数据当然数唔到啊。唉，按照记哦，伊无采庆好啦，阮兜拢无网，哎，太敢要动向中诶，啊？唔管了啦，嘿，呀，倒底奈未来的啦？也无简单呢，太巧了，哈，有只叔公，哪以前个叔公，叔公呢有只妹的，甲妹的甲老公去做警察的，佮警察有只朋友去做。哦，蛮强的，没请。哎，要梯次，冇错啊。哎，以前也冇错啦，啊，那对啊，你做点啦。按改。哦，老师哦，来啊，你来坐，你来坐，来啊，兄弟来坐。你好。嘿，兄弟来坐，好，小坐。我有叫伊去上课啊。我想讲，即摆无搬偌远，我会使开车载伊去啊。啊，毋过伊就无来啊。最近上课拢爱三催四请，甲较早拢无共款呢。莫讲啊啦。不是，对人妈讲话要有礼貌。啊，无安尼啦，恁先开讲啦，啊，我先来无用。鬼子，你无需要去学校喏。就唔想去啊。毋过同学讲，也无爱接几条天发呢。无聊不要讲。嘿，唔是叫个问题的。
你牙长人啊？用了。提拨有啥人都会请破老阿公啊？好，这位是张正义老师，就破老阿公的干儿子，是我们的体育组长。啊，你好，你好，我是张作仁。他们公司就是长期资助我们的企业。请坐，请坐。谢谢。请问有什么事吗？我简单的说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集团现在必须面临裁员缩编，然后减少亏损，因为我们必须要将所有公益资源的投注做一个暂停的选择。另外，董事长当初答应无偿的借给学员使用这块场地，那也因为董事会的改组影响，希望能将场地收回。难道没有转还的余地吗？当然了。如果学员能够付出一些租金的话，也许有空间可以挽回。那这也是董事长他交代我特别来说明的。他还对于不能信守对波罗阿公的承诺，他感到相当的遗憾。好了，拜拜。请到我死啊，亲某啊，你做哪去的？阿兄，你咪应该提呢。你咪啊，唔好提啦。今仔个事情我对人来讲啊，伊同老师，伊提后要讲的啦。让他给兄，迄时候，迄唔迄阿公嘅身体无爽快啊，然后怕麻烦不跟我们讲。迄唔迄老跟癌症有？你讲乜解啊？就上来嘅海，我有看过阿公的诊断报告。用诶，有复发诶吓。你又唔讲？哎呀，按重要的事情呢。就阿公很爱冇讲啊。哦，你要按讲咯。无奈何空了呢。有无？啊，你都待到安宁病房诶，我咪讲咯。哎校长诶，挨嗰条好严嘅生活诶，有3年来吼，根本你有太搞是董兄。他们还问说，咱叫要去鲁阳。我系要答应佢条啥？去鲁阳。同學，佢水果清甜，唔適合伊啊。對呀，我一定會來去。你叫妈个面相。妈唔问你哦，佢总统好搞啊，係唔係就會考期額贊助，張作人影下去啊？
阳光学员迄社团法人模式成立的迄无？可能系啊。我伫迄哦，一般中途学校老学员哦，迄财团法人哦，做迄高费经营的。高费经营呢，靠迄较有固定的捐款，啊，财团法人哦，靠迄利息。不过前一步的，还有谈到一间高费经营的中途学校，毋顶用完哦，做管体的。除了迄高费经营的呢，也得啊喊啊毋是讲，无你想哦，单枪靠热心做得突破难关哦，无可能啊。爱得很有信念。呀，做伙俺毋肯做呀投入的原因。资源少啊，有钱人哦，救急不救穷，要他们哦帮助那些看起来坏心人的，喊啊无可能啊。问题出在哪里？原生家庭，细人的哦难搞，老师付出不成比例啊，省好慢，啥费用唔做事呢？妈，迪某，青少年的罪犯里面哦，中辍生是一般生的几倍，你知道吗？3倍。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救一个中辍生的话，我们就等于是减少社会的犯罪率。鼓手做我们的从事。无，因为说，资源较多的所在啊，像是高飞啊。也迄学校附属的中途班啊，无去靠公务员，靠公务员做社会局的社工，也迄教育局的社工，也迄一条路啊，迄无。鼓手也较轻松优的方法，就是钱钱，钱肥呢。啊，毋讲安度啊，你还谈唔成，无较长啊。有钱吗？人爱说某呢，主有钱啊。重对啦。你啊，你用啥吼？在俺面前话呢，免油免见啊，啊！挨来了都想杭州海洋，系无？随时来，随时出走。有呀，谈到俺都欢喜，俺都上去，无问题啦。做得落去啊！阿公，等身体较好调的，再去啊。嘛个较好调，你遐做好多了啊！没事。我去问医生，医生答应再说。医生有答应没？那真给唔低，给在上马街。他说你这么虚弱，还想需要录影，你也是啊。为什么要这样包容他呢？护着他。是你啦。阿公很爱唔好人唔着讲，要住进安宁病房的事，他是不想你们难过，让你们可以专心处理学员的事。然后爱杜迪，该给时间抹到了。你难道不想帮阿公完成他和孩子们最后的承诺吗？可是桂枝不在，怎么办？桂枝来，人会挺红啊，莫因为爸爸去客上。
做嘛该？做嘛该？你会不会是狗团体啦？你是罪魁祸首，更要有毒不知腐殖的。要不是因为你，惠子早就跟我们去露营。哎呦，你不要理他们啦，他们跟你开玩笑的。谁跟他开玩笑啊？每次人是你杀的，硬要说不是，太狡辩。你不要多毛记宁啊！打败都想挺慢的。哎，阿达，你说谁的错？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哦，对啊，很多个嘻哈，叫做个上嘛该。我又无留记得讲阿公遐安人病房的事情，就唱本记得伫爱去旅养啊，几摆下，也哈真经会留记得讲。阿公出灾呐！我听说，记得比现条较重啊。哎，台湾的露营哦，唔好去哦，伊个鸡哦，也会动尴尬。也好了，要亮面哦，你干脆就把教育部那些文补一补，我回来再弄齐，好不好？哎，古天年也给学校行财务都唔掂诶，咁安尼做？青某现在靠听教育局的补助没问题啊。因为张所得继续下去嘛。免迄啦，啊免唔歹听也健好教，拄安尼放落去，哦。有嘛甲恩爱天数的嘛？好上的啦，好上的就麻烦你啊。好啊。爱变好，我再讲以前为止啊。小星星，有冇来？我看辈子嫌唔嫌眼镜欠记，周末要来上课。忙忙的哦，也害就伫哦，要让心肝做嘅事情问清楚，每种条牌强用，按啱好，要坚持去改上班。含迄筋膜的小羊，紧张啊！应该没有检讨人去加，那么用不了。我就嘴巴贱咩，上司发专案的讲出来啊，因为我们会调试。明天学校要露营啊，同学想问说，鬼子可不可以一起参加？哦，你问伊啊。嘿，慧芝，你是不是因为我害你脚断掉，又一直嫌你，才不来上课？哎，对不起啦，我又不是故意的，不要生气嘛。班上你最可爱，我最喜欢你。哦，我去上班了。你要上班？啊，厝内面就真正无钱啊！啊，我也就想讲要趁钱退出学校，而且去修车场做学师啊。残废还可以做？你在靠背啊？开玩笑的啦！你那么胖，老板要用你啊？可怜啦，小星星。开玩笑。
还生气。妹子，听你上班很做得啦哈。啊，老师，你开伫外口讲话啦，你来内底坐来再讲。来，走。小星星都赢。哎，鬼子真给没回来哦。你不是说他在上班？他怎么可能上2天？又懒又爱吃。家东西没会带啊，难吃。你们东西都拿好没？拿好了，好，出发。出发！上车。露营。露营喽 ！Go！ 小星星露营。你在干嘛？他又不来。我答应你会留几把呀，我听错的吧。让你听住吗？我讲过做到了，不是你听住。给你拍拍手，给你加油。你确定？不用。哦。加油！累死人了。好累哦，不玩了啦。哎，你在干嘛？快点！金针菇，你很坏哎！草不应无人爱讲，走在视察。你唔喺讲嘅东西，我喺吃家吧。鬼子根本就唔会来。系哦，伊迄位看你哦，迄真心上的菲斯利姆啦。Hello， 大家好。呀，你娘的！我是看你体力太差，想让你训练一下体力。一有光。为什么你可以坐车？你的东西有多重呀！你家囡仔，脚去他脚啦！双拜高。东西先放这边，东西来先放这边。看看呐。哎，要不要玩了？来放这边。放下来嘞。啊，该出我妈的！你有老几过来啊？跟大家道歉。大兵老给请条路吗？不要道歉。开头高。声。喂，王八。孩子刚好。道歉啊！阿公。哎，马小妮啊。你还好吗？好，哦，越来越强了啊！喂，安东，我哋安多麻烦啊，我都看哇，哦，有人诶，没事讲，我陪大家都人啊。大家都会欢欢喜喜啊！你看你啊，有山有水，多好啊！而且又欢欢喜喜啊！哎。就像去风筝的哇，只要哈一比一个，哎哦，係吧？陽光好人哈，如果日都晒，我哋冇錯冇落啊！陽光好人永遠係大家嘅個爬，點啊？驚唔到嗬，唉。青春100天天了，青春只有一次啊！
后生诶，标自由用慢标一点嘛。哦，两条线哦。来，你再卡起来，无问伊跌下来啊。这条土树土到斑斓青嘅小河嘅哦，就像个赵冲提嘅自由。哎，你做中途考研嘅老师，就像个kend定自由嘅树，从头到尾两条线，系都卡起来，扎定，唔是标数。千の風に千の風になって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あの大きな空を吹き渡っています私の墓の前で長你这一回来，乜嘅想法？说谢谢就好。了破异样为安言，当下摸索嘅塔殿，对多将心嘅眼，自由呀自由，不可少你。